Hello，姐姐，你叫咩名啊？你好，我係阿妹，哦，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係61歲㗎。哦，你結咗婚未？我老公死咗啦，好耐10年啦。哦，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我有2個女2個仔。哦，咁樣。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？我總共25年啦。哦，25年。係啊。咁照顧咩人啊？通常我係Chinese啊。照顧老人家？係啊。咁點樣照顧佢啊？幫佢沖涼，使唔使啊？使唔使啊？唔使啊，唔使俾種種啊。全部晾熱。推輪椅。係啊，都冇哦，嘢。推輪椅。係啊。咁識煮咩餸啊？食菜啊，我煮菜。仲有咧？煲粥，早晨煲粥啊，咁樣。晏晝我煲湯啊。煲湯。係啊。哦，咁樣好啊，唔該晒姐姐，拜拜。多謝多謝。